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讀書會。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專注力協定》嘅。咁唔知大家有冇呢一個分心嘅呢一個問題存在呢？咁我覺得現代人咧，其實都好容易就俾一啲外在嘅因素咧，係去令到你去分心嘅。咁喺以前啦，我都有呢一啲嘅分心嘅問題嘅，但係咧，我可能淨係專注喺即係一啲外在因素嘅，即係例如係手機啊、電視啊、或者其他嘢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好少係會去探討我內心真正嘅原因，去令到我分心嘅。咁所以咧，喺成本書入邊咧，我最中意咧係作者講到咧，係你有冇去探討你內心分心嗰個真正嘅原因嘅。咁因為咧，作者認為咧，其實外在嘅因素咧，即係唔係話淨係現在，或者其實古代嗰時咧，都會有好多嘢咧，係可以令到你去分心嘅。所以咧，真正係要探討嘅係你嘅內心。究竟係乜嘢令到你好容易去分心？例如可能係壓力，或者係你想逃避緊一啲嘢。因為咧，你分心係因為大腦咧可能試圖去處理一啲好痛苦嘅另一種方法嘅。係啦，咁分心咧其實都有幾個因素嘅。咁第一啦，可能你會覺得無聊，因為你想避免無聊，跟住去做出一啲其他嘢咁樣嘅。同埋咧，有一啲消極性嘅偏差，即係話咧，你回憶一啲唔快樂嘅時光咧，係相對係比較容易嘅。同埋你要一路咧去反覆咁樣諗翻一啲唔好嘅經驗。咁就算咧，你可能當時係有啲滿足感啦，或者係快樂嘅，咁但係咧，你呢一啲嘅滿足感咧，係會好快咧就翻去基礎。所以咧，你要唔停咁樣去追求快樂，同埋分心咧，其實都係想逃避一啲不適感啦，嗰種嘅慾望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要控制分心嘅話咧，你係要學識點樣去處理不適感嘅。咁例如啦，你可以改變自己嘅諗法嘅。咁喺書入邊咧，作者就舉咗一個例子啦。就係有一啲空中服務員咧，咁佢哋本身咧係有一個食煙嘅習慣嘅。咁咧呢一個研究入邊咧就係話，當嗰個康復員咧，佢哋喺服務緊嗰陣時執勤嗰陣時咧，佢哋係相對係可以忍住嗰個煙癮嘅，因為佢哋知道咧，如果佢哋喺飛機上面咧去食煙嘅話咧，佢哋係會面臨一個好嚴重嘅結果嘅。咁所以咧，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嗰個結果係好嚴重啦，咁所以佢哋可以抑制自己嗰個煙癮嘅。咁我哋係可以去點樣去做，跟住去控制我哋嘅分心咧？咁作者入邊咧就提咗我哋有4個步驟咧係可以做嘅。咁第一啦，咁你嘗試揾下你分心嗰個內在嘅誘因嘅。你當時會唔會係想由困難嘅工作入邊去轉移呢一個注意力？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。或者可能你覺得你當時做嘅嘢好悶，係啦，咁呢一啲都可以探討你嗰個原因嘅。咁每個人咧嗰個情況都會唔同嘅。咁當你探討完之後咧，咁你第二步咧就係將呢一啲嘅誘因寫出嚟嘅。咁例如啦，你可以寫翻低你當時做緊啲乜嘢啦，嗰個時間啦，同埋你即時嗰個感受係點樣嘅。咁你好詳細咁樣去描述翻你當時嘅感覺啦，寫晒出嚟先嘅。跟住第3步，當你寫晒出嚟之後咧，咁你用一個好奇嘅心態咧，係去探索下你當時嗰個感受嘅，即係點解你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咧？點解當時會有呢一個諗法嘅？咁最後一步咧，咁就係要提防啦，因為你做完一件事之後咧，咁你通常咧就會中間可能會有個轉折咁樣啦，就去做另一件事嘅。係啦，咁呢一個中間嗰個轉折咧，其實係好容易令到你去分心咧，可能就去做咗其他嘢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啱啱咪提到咧，如果你覺得呢一樣嘢係因為好無聊，
而家做緊嘅嘢覺得好悶，咁你可以嘗試咧將你手頭上嘅工作啦，或者你而家需要做嘅嘢咧，可能變得好玩啲，係啦，即係你可能當時，但係你又必須要做嘅，咁但係你點樣去令到成件事咧係變得有趣咧？咁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個注意力咧係會加強嘅，因為始終人類都相對都正常嘅，即係都係中意一啲可能新鮮啊、有趣嘅嘢嘅。咁第二咧就係作者亦都建議，當你安排你嘅時間，可能你呢一個時段咧係做乜嘢，另一個時段咧係做乜嘢嘅話咧，咁你可能安排咗呢個時間，你係真係攞嚟玩手機嘅。咁呢一個係冇問題嘅。如果你本身咧係攞嚟玩手機嘅話咧，咁呢一個就冇話嘥唔嘥時間嗰個問題嘅，因為你本身就已經係計劃咗呢一段時間我係要攞嚟玩手機嘅。總之你本身係計劃咗，而你嗰段時間係真係做緊嗰樣嘢就冇問題。唔理你係做緊乜嘢，你覺得有意義冇意義嘅都冇問題。所以就唔好覺得你呢段時間攞咗嚟玩手機，咁就會可能有啲內疚嘅諗法咁樣，其實係唔需要嘅。咁另外咧，作者亦都提到咧，其實你係需要安排一啲時間咧去做翻一啲雜務嘅，因為咧我有陣時都會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好瑣碎嘅嘢，但係你係一定要去處理嘅。咁可能咧，你如果唔去處理咧，你個心咧就會係咁去諗住咯。咁所以作者建議咧，你係需要安排咧某一個時間咧，係專門咧就係去處理呢一啲嘅事情嘅。咁例如啦，可能因為我嚟緊去旅行嘅，咁我就安排一個時間咧，我就去 book 晒 Airbnb 同埋機票啊，咁一次過咧就做晒佢嘅。因為如果唔係咧，我可能第日又會諗，又要上去睇翻啲機票啊，又要去格價啊咁樣，咁跟住我會重複去做同一樣嘢咯。咁其實咧就會嘥咗好多時間咯，即係可能會想聽日會唔會機票咧其實係平咗咧？或者我再等咁樣咯。當你越拖嘅時候咧，你嗰個心思咧就一路都喺個腦入邊啊。即係好似未解決咯，咁所以咧我就定咗一個時間 ，OK 呢一段時間咧，我一定要 book 晒機票 ，book 晒 Airbnb， 完咗之後咧我就唔再 check 啦，就算佢可能真係平咗，我都唔理啦，因為我可能我由頭到尾又要再做過，又去 check 機票啊，又 check 下有咩 Airbnb 可以住啊咁樣，即係其實嗰個動作係重複，咁樣係其實係好容易。浪費時間之餘咧，咁你當你喺做其他更加重要嘢嗰陣時，你就會覺得我好似有啲嘢未完成喎，係啦，咁就好容易去令到你去分心嘅。咁同埋咧，作者咧佢亦喺書入邊咧，亦都係分享咗佢一個相對都叫做極端嘅方法係，如果你去分心，跟住令到你拖延咗你嘅目標嘅話咧。咁佢覺得你要做一啲嘢，令到你付出代價，增加一啲成本嘅。咁例如啦，作者咧佢就強迫自己咧係去做運動嘅。咁佢就定咗一個規矩啦。如果佢今日定咗去運動，但係佢如果唔去嘅話咧，咁咧佢就燒咗一張100蚊美金嘅紙幣啦。係咪聽落去好浮誇、好誇張？咁但係咧，佢成日想帶出嚟話咧，即係如果你一路都可能好分心去拖延目標，但係你係冇成本嘅，你每一日都覺得唔緊要啦，今日唔去，好啦，我聽日去返啦咁樣，咁係咪冇成本啊？即係你可以一路係咁延遲，係咁延遲。當你冇成本嘅時候，其實呢一樣嘢對於你嚟講就唔係好重要，你更加就唔會去逼自己去做咯。咁當然作者提到你就唔需要話真係要咁極端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佢意思就係，如果你冇去做你本身安排咗嘅嘢，或者因為你分心跟住完成唔到你本身係計劃咗嘅嘢嘅話咧，咁你係需要將呢一樣嘢個成本代價咧係去增加嘅，咁你先至會去重視呢一樣嘢。係啦，咁啱啱咧提到咧，我都其實自己咧係有一個
好容易分心嘅人嚟嘅。根本上我覺得我自己嗰個專注力咧，其實係好低咯。我基本上可能淨係可以專注到10分鐘嘅時間咯。同埋我係冇辦法即係我唔係話因為一啲可能手機啊。咁我試過咧，係可能直情係 delete 咗Instagram 啊、Facebook 啊呢啲app 嘅。咁嗰個方法其實都真係好好嘅，同埋或者將部手機咧放喺第二個空間咁樣咯。即係總之我見唔到嘅，就算你係需要放喺你隔離都好咧，你要將嗰個即係熄咗靜機咯。即係總之有任何嘅通知彈出嚟都唔會響嘅。亦都唔會震嘅，咁你就唔會俾佢分心到嘅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可以令到我係專注嘅。咁同埋第二咧，我係會 set 一個 timer 嘅。咁呢一個喺網上面其實你都可以用網頁去計去 count 個時間都得嘅。咁就每一次咧，你25分鐘咯。咁你做完25分鐘之後咧，咁就休息5分鐘。將嗰個時間去斬短咯，因為我哋好難去專注1個鐘頭以上嗰個時間，其實我覺得係好難嘅。咁同埋我而家最大嘅挑戰其實就係，即係我個腦咧好中意，當要做一樣嘢嗰時，我就會諗其他嘢啦，即係好多雜念啊，係啊，我覺得係好多雜念咯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其實我都係覺得好難做到咯。尤其係可能嗰排有啲咩事咧，咁我就好容易咧，唔停咁樣個腦咧係咁喺度徘徊啊。總之就環繞緊呢一樣嘢，唔停咁樣喺度諗，重複喺度諗咯。呢一樣嘢我都係依然學習緊，我覺得真係好難咯。咁所以我嘗試一個方法就係，我記住我最終嗰個目標咯。即係可能我要我目標我要最終要達到呢樣嘢。咁而家我係中途啊嘛，我而家仲係學習緊，係去做緊。咁我就會諗，我將來希望可以達到呢一樣嘢。如果呢一刻我唔去克服呢一樣嘢，我唔去專注去學好呢一樣嘢嘅話咧，咁我嗰個終極目標我就未必會達到啦。即係我可能就會要咁樣同自己去講，跟住去提醒自己咯。因為我覺得真係要經常提醒自己，如果唔係都好容易就會迷失啦，或者唔知道自己係想做啲乜嘢。係啦，咁或者唔知道大家都有冇呢一方面嘅難題啦，或者可能都係一樣同我一樣好容易分心嘅，或者你哋都可以留言話翻俾我聽啦，又或者你有咩方法係可以克服呢一啲嘢嘅。咁都好多謝大家今日係收聽我嘅讀書會嘅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